我告诉你，没有什么不对的，只是延迟而已吗？人质到你手上了是不是？我向你保证，人质没有在我们手里。我不相信你，你已经在进攻了，人质到你手上了，坚守，至死了！吴阳，吴阳。杨旭，老蒋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明白，你要的是100%。是不是我真的把张校长的手语搞错了？更大的可能是，张校长也遇到了意外。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张校长好像走的路不太一样，不然我们不会看不到他的。现在除了张璐，其他孩子都没出来。老蒋，不得不承认，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最担心的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虚惊一场嘛。对，虚惊一场，这证明我还能再提高。也未必是坏事，至少让你看见了警方的诚意嘛。也让你们看到了，我真的敢玩命。还好张校长讲信了，要不然我就引爆了。只要孩子们都好就行。你看见了？张校长不是抱着张璐了吗？别套我话，你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。过一会儿我就要跟张校长好好聊聊。欧阳，这样咱们都不急，好不好？心平气和的，这个问题总会解决的吧？当然了，问题总是要解决的，条件也总得谈。等我电话。孩子们暂时没事儿，而且仍然在绑匪的视线之外。那咱们就把炸弹给它拆了再说，不过拆弹的时间会长一些。时间长没关系，主要是你们不能暴露。孩子们没事儿，不等于说张校长也没事儿。快点儿！怎么样？预算出来了？大买卖。是大买卖。看来之前咱们的买卖亏了。你盯着，我先办完手头的事儿。啊，待会儿我可能给你个惊喜啊！
你也休息一下吧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很难过。说真的，老师很爱你。和张校长比呢？我们都很爱你。校长和你们时间长，我们也需要时间了解。我已经很了解你了。我在努力改变自己，相信老师。本性难移，要不是因为你胆小，我们早就到这儿了。你不要解释了，你差点让张璐憋死。所以你怎么解释也没用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刘康，照顾孩子。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吗？好。张璐有哮喘病，先放她出去。你费这么大劲就为这个是吧？胆子够大的。你真不怕我引爆吗？啊？谁都不想死，包括你们。所以你认为你吃定我了，对吧？张璐交给警察，否则别想见到其他人。少命令我们啊！我们不是你的学生。张校长，你真的以为我没有备用钥匙，敢把自己靠在警察面前吗？我把自己靠在警察面前，就是为了证明我敢玩命。他们别想冲进来。你咋不早说呀？这给我吓成那样啊！因为我也怕。我真的特别怕，我以为他已经把这些孩子都带到警察那儿去了，他们100%会进攻我。说起来，我真应该谢谢你，我们要不是吓成那样，警察可真就说不准了。你跟警察打的手势是什么意思呀？放了张璐，不然你们都不会有好结果。我这个人最恨别人要挟我。接下来我要让你明白，在这儿只有我说了算，必须听我的，更别说你想要挟我。刘康，张校长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本来呢，我特别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将来心理上受到伤害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刘刚，这回是买大送小，玩开心的啊！明白。露露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听我的话，跟叔叔出去。
听我的话。好好照顾照顾张校长，放心吧。我很担心校长会受伤害。我觉得你分析的没错，张校长只带了张璐一个人回来，说明他想跟绑匪谈条件。性格分析的确很准确，这个张校长还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难度。拆弹专家还需要多久？现在都集中在一个区域，估计还得花点时间。江处，打电话给你很简单，通报一下里面的情况，表达一下我的诚意。看来这虚惊一场，让我们彼此增进了许多信任感。好事。行了，跟你说老实话，你不用猜。张校长呢，对我还是不太放心，所以只带了张璐出来。所以我现在寻求一种沟通，一种心平气和的沟通。我要警告你，我很在乎你对人质的态度，所以我把话说在头里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后面有的聊，相互给个面子。我明白。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，既怕我伤害张校长，又怕话说重了会引起我的逆反心理。放心吧，你是好人，好人就必须得给面子，就这样。拆弹完成，他们就不会再有任何主动权了。张妈妈干嘛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张妈妈说过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没事的。这里通外面了，
警察会来救我们的。可惜我们不会喊，否则警察就听见了。刘妈妈会喊，还是别喊了，要是坏人听见怎么办啊？那就别让刘妈妈喊了。你怎么别人说什么你说什么呀？还是别喊了，坏人离得近。洋洋，你怎么把橡皮放在丹丹的饭盒里？给丹丹道歉。不是我放的，就是你，是你的橡皮，因为我的分数比你高，你妒忌我。好了，洋洋，做错事要承认，给丹丹道个歉。刘老师，是孙楠干的。告诉刘老师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刘老师，我错了。丹丹告诉别人我和姐姐是孤儿，姐姐都哭了。洋洋，洋洋。万一不是警察，怎么办？纸上写了是侦查员。如果是坏人冒充呢？不会的，坏人在里面。如果是坏人，我们就全都暴露了，不能出声。你不要总往坏了想，我们不出声就失去机会了。暴露给坏人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外面可能是坏人，大家不要出声。外面是警察叔叔，你知道一定是啊。刘老师说外面是警察叔叔，他是胆小鬼，你是笨蛋。刘老师说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是我的错。张妈妈不在，这就是你组织纪律性比较差的后果。下回你再上厕所，不几年我还揍。你这是干嘛的？刘康呢？刘康发泄呢，顺便让抵抗者失去意志。哼！我找着他们了。真的？就是不说。他现在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跟我来，我需要。5批炸弹已成最后1批，拆弹组已做撤离准备。说的，继续努力。
你不要不承认，你就是闯祸了。你这个闯祸精！你凭什么这么说刘妈妈？我认为就是警察，不然坏人早就进来了。你们两个现在不要吵了，不管是不是，我们现在大家一定要团结。不管是不是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坏人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坏人一定不会饶了张妈妈的。我只是不想失去这个机会，我没有想别的。对不起。你凭什么不想到张妈妈？你这个胆小鬼！不要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刘老师，你以为让我好好谢谢你？报告，所有炸弹失去功能，拆弹完毕，拆弹库正在撤离。漂亮！陆姐7号气用不上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忘了给你打电话了，炸弹拆除了。对，效果达到就行了。这说明我们的干警有排除万难的能力啊。突击队准备，爆破组一旦撤离，迅速进入寻找攻击点。这么费劲弄来的，不用了。杨队，有情况，发现人质，请求指示。各小组注意，计划取消，突击队撤回地道待命。你以为你能从那排水口逃出去吗？就因为看到一点亮光？你大错特错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比你更了解这个地方，因为我有这个屠宰场的3D 图。我告诉你通到哪儿吧，那是2个房子中间的一个大空场。但不幸的是，上下都是铁栅栏，是个大铁笼子。笼子里的是什么呀？是困兽，就是你们这群无助的、可怜的、悲哀的动物，愚蠢的困兽，你们哪儿都去不了。
人的害气。一个不落。其实也并不是坏事，孩子们虽然没跑掉，但都找到了，所以绑匪做出危险举动的概率就降低了很多。现在工厂里的炸弹全部被清除了，人质的安全性提升了很多，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上。从画面上看，孩子们目前的状态还不错。我认为咱们应该全面反击了。我也觉得是时候。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谈判对象死在你的面前，但现在形势严峻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放心，我全力协助你。现在我需要你引诱武阳出来面谈，这样的话，在提出见人质后，另一个绑匪会带着人质出现在排霜处。虽然他们手上握着引爆器，自以为有恃无恐，但全部炸弹已经被清除，有恃无恐的是我们。遇见危险情况的时候，武阳一般带着都是刘康。如果你能保证同时把他们两个爆头的话，只剩下一个黎威就好办多了。即使突击队潜入，黎威发现了他们，也不太可能瞬间开枪，击毙他很容易，甚至可以生擒。你刚才是不是打手势给警察，说你们能出去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因为反正也什么都没发生。刘老师，谢谢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可能真的很难找到大家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大家终于又团聚了。顾斌，杨旭来了，你俩来一下。好，我说点事。好。怎么了？刚才林丹从医院来电话，说月月跑了。怎么搞的？2个警察，一个保姆，怎么看不住一个孩子？是我这挠头吗？陆局，现在是关键时刻。我知道是关键时刻，但这事儿你说要不告诉老姜，当然不能告诉他。他知道月月不见了，非崩溃了不可。是啊，月月要是光折腾也行，他是要自杀啊。那现在有人在找他吗？找不到人，我让他们下岗。那咱们就先把这事给摁下来。可是我觉得这么做对老师不公平。不是，所以说我这事我也矛盾。你说这个事如果真不告诉老姜，真有什么事情，他不得恨死我们吗？宰了我们都行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分心。我不是说是，就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老姜啊，这以后他得不是恨我们，恨警察这个职业，恨这个岗位。陆局，现在是8条人命，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。好吧。老姜，月月出事了，对吧？其实，你不是那么没眼力见儿的人，打断我们讨论方案还背着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呀！老姜，月月
从医院跑了。这正赶上林丹上厕所那么一个功夫，我想他不会走太远的，大伙都找去了啊。我不是怕他跑了，我怕他自杀呀。你怎么老这么想呢？不会自杀的。你想，他想自杀总会有机会吧？他是不想让他再被救。老姜，你不要这么想，你怎么总自己吓唬自己呀？没问题，这事谁也不想拖下去，也不能拖下去。干活。老师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你的主要目的就是引诱。没问题。你要引诱武阳出来面谈，并且要求刘康带着人质。没问题。武阳很狡猾，所以你不能露出破绽。没有问题呀。陆局，老姜这个状态不行。我什么状况不行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老姜，你也知道，引诱需要技巧，更需要全神贯注。以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根本无法做到。是你是谈判专家还是我是？我告诉你了，没有问题。陆局，老姜现在这个状态根本不行。我申请换人。换谁？现在除了我还有谁？我来谈。李文，你知道绑匪对人质来说什么最重要吗？不知道。威信，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，必须马上树立。可是这次他们矛盾半天都没成功，对他们打击已经够大了吧？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如果不惩罚，他们不会长记性的。张校长，我决定从你们当中挑一个人接受惩罚，而且必须是孩子。怎么惩罚我还没想好，可是惩罚谁，我觉得你来定。不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武阳是挺难对付的，让他去，说实话我不放心。但我现在的情况是，我更不放心我自己。但这个案子太大了，副兵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这么做太冒险。但你要是再调别的谈判专家，就得从省厅调。你没听陆局说吗？这高速上一路堵得要死，他们得走国道。等国道过来，天都黑了。目前人质是安全的，咱们可以等着。你没看兄弟们多疲倦？这时间拖得越久，行动中的失误就越大。就这么定了。我不信我学了这么多年还干不好这一票。这不是赌气。我真没赌气。你们谈话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跟着思考方案。再说了，下边就剩下谈条件了，开始讨价还价就容易多了。我没道理干不好。一直是老姜跟武阳在谈判，你想过没有？你上来，很多方面都得重新开始。来了一个新的谈判专家，也得重新开始。至少我是跟过的。我跟你说，之前他跟武阳谈显没经验，所以现在让他谈了，就会降低武阳的防范心理，武阳会轻省，这是有好处。再说我一直跟着，我随时提醒他。把我说的话一字不差地翻出来。如果让我知道少了一个字，我会很不高兴。刚才大家跟叔叔们
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很开心吧？可是你们犯了个错误，很大的错误，就是没有事先向我汇报。在学校里犯了错要接受惩罚，在我这儿也一样。张校长已经接受惩罚了，刘老师因为立功，功过相抵。我要在你们里面挑一个人接受惩罚，你们说我该选谁呢？谁来？谁呢？你答应过我，绝不伤害孩子，所有的事儿与孩子无关，只要孩子们安全。我保证下次不敢。现在说这个有用吗？必须接受惩罚，要不然你们记不住。谁来？勇敢是美德，可是惩罚你力度不够。还是让这个叔叔选吧。李薇，把眼皮扒开，放在瞳孔里掐灭。李薇，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，刚才是咱们俩命大，再出什么意外，全都得死。部长，看着，李薇，别让我失望。我做不到。做不到？啊？李伟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是因为你死的。啊！开枪啊！我在这儿。开枪啊！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许你碰我的孩子们。说什么？只要他还活着，你们别想伤害孩子。我就是要你活着，然后让你亲眼看着我伤害你。我做不到。做不到。啊？李伟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是因为你死的。啊！开枪啊！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许你碰我的孩子们。说什么？只要他还活着，你们别想伤害孩子。
就是要你活着，然后让你亲眼看着我伤害你。所有的罪责，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事情他来承担。你怎么承担？达到你的目的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达到你们的目的。现在，大家闭上眼睛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不许动，听话。照顾好孩子。会找到的。大江，你放心，月月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我不放心啊，这孩子啥事都干出来。实际上，你也不要把这事儿往坏了想，孩子都这样。哦，对了，协调好了，让傅斌上，我在后面。傅斌，是该锻炼锻炼了。不过，这样一起大案子，这时候锻炼是时候了。武阳出来面谈，身边不要带人质。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引爆器不起作用，但他肯定会带枪，万一出现意外，也会造成伤亡。明白。
刘康带我们见人质，肯定会在这个排床处。我会在这个观察位随时给你指令，只要部署完毕，我会要求你设法让刘康的枪不要顶着人质的头。这个命令必须是武阳来下。那我也要让武阳先放松下来，后面我会随机应变的。骆雪，那个，我说你还真别烦我啊！我给你们俩讲个道理，给根烟抽。那好的。哎呀，命，信命不？你说你们俩的闺女闹自杀，我闺女撺掇我媳妇儿跟我闹离婚，都把他们当宝似的。按理说呀，这闺女跟爹还亲呢，哎，他就跟你不对付，为啥？命不好。那既然是命，那命没终呢，你还没到死呢，他就得没完没了的磨你，最后给你送终的还是他，中间闹多大事儿，那也就是个折腾。哎，老强，你别觉着苦啊，那最坏的事儿你不都遇着了是不是？哎，陆军，那人质里头是不是也有孩子？所以说呢，见过事儿的，那糊了起来心里就有底。儿女福，儿女福，这跟儿女斗争啊，也是一种福。现在唯一处于流通状态的就是李威，他是他们当中胆子最小的一个，但也不能排除他因为惊慌失措对人质造成伤害。所以说，在你和武阳谈判的时候，我会让突击队潜入进去，如果不能活捉，击毙他和刘康的时间是在一个点上。从正常的角度分析，人质刚刚回来，应该都被集中在一个区域。刘康跟武阳离开以后，黎威不太可能单独跟某一个人质交流，但是黎威不会离他们太远，距离应该不超过10米。事实上，越远越好，但是不可能的。事情结束以后，该去取结婚照了。我要你跟我一起去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对孩子也没经验，不好判断。老蒋，你别硬撑着。没事，全程他来监听，我但凡有走神的时候，随时提醒我。再这么拖下去，对谁也不好。怎么还郁闷呢？行了，都尽力了。我估摸着你也该打电话了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和张校长交流得很好，咱俩就没必要兜圈子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我很高兴。张璐情况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比以前更懂事。武阳，有什么需求的话不需要隐瞒，因为人质要出了什么问题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那当然了，我比你更明白这些。这样吧，我派人给你送点药品过来，好吧？你派人给我们送，你们是特警，万一你派个女特警来麻痹我，把我们都干掉，我怎么办？放松点，放松点。要不这么办，我让他还给你送到大门口，你用上次同样的办法把他们取走不就完了吗？不要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好，
你休息一下吧。刘老师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把这给孩子们吃吧。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坏人，可我跟他们不一样。不想伤害别人，尤其是女人孩子。要从这儿出去了，咱们这辈子可能见不着面了。也许根本就出不去了。我们也不想这样。警察在外边，他们要我们命，我们只能拿你们当挡箭牌，当护身符。刘思涵，他能听见。所以，他知道刘老师是叛徒。刘老师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咱们不要恨他。洋洋，上次的事情是我错怪你了，孙楠，我也不应该那么说你。你们原谅我好吗？其实，我心里一直很喜欢你们。但只要你们不再闹事儿了，老老实实的，我敢保证你们平安无事。刘老师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想和你们和好，而且会一直对你们好的，好吗？如果你再帮着刘老师，我们都不搭理你。不许你让大家对刘老师不好。刘老师对大家都好。那是因为刘老师对你好，因为你是马屁精。再说一遍。马屁精。快帮帮我！哎呦，太闹了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哎呀！你们起来！
这都孩子不懂事儿，算了吧，把他放了吧。警察说有些药品要送过来，谁跟我去拿？我去吧。你去哪儿？刚才谁惹的祸？人质出来了，没有枪对着，什么意思？要不要营救？不行，肯定有问题。这帮畜生！突击队神枪手潜入，在人质楼层下方隐蔽，等候指令。现在的方案是 B 组为前沿主力，
绑匪出现后立刻击毙，击毙的同时 ，A 组突入，活捉或击毙第3名绑匪。所以说，你这的担子就重了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买卖人没问题。这个称呼只有他自己能叫，咱们不能叫。这是他给谈判对象的概念，是为了缓解对方的压力。事实上，他很讨厌这个称呼，买卖了很多条命，最后失去的却是他的亲人。他们谈判专家都有这么一个原则：定罪犯生死应该是法律。为了这个原则，他确实付出了。这边综合分析出来了。分析结果是里边肯定有人受伤，但不是致命的。武阳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很轻松，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看守人质的是黎薇，还有什么？老师，你的状态不太好。傅斌，回头你跟杨旭结婚，我该送你点什么好？这个案子摆平以后，至少是个2等功，荣誉已经有了，你说呢？嗨，就说红包补一点呗。那显得我多没创意。谢谢你，我好多了。逼武阳出来面谈，并且要求不能带人质，否则就不能让刘康带着人质出现在牌窗。他们俩同时出现以后，就可以双双击毙。不过，这个条件的过程时间不会太短。我已经表现出了我很着急，所以突然改变心态，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有诈。那该怎么办？既然心急，就让他觉得我急的是谈判。我正跟领导请示呢。有意思，不接我电话。我觉着你会不会太疑神疑鬼了？放松点。主动权不是在我手里吗？成长了。啊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我正跟上级汇报，没来得及接。啊，汇报情况。说实话，没什么实际进展。所以我这一通解释，我压力很大。刚才你那边怎么回事？孩子们闹了点小纠纷，刚输入的得帮忙调解。我希望你不是用武力吧？当然，都是些孩子。说吧，怎么交换？枪和子弹都在呀。但我知道这不是你要的东西啊。枪我要，钱我也要。你应该清楚。这些孩子的命很值钱，但是你的命不值钱。这话听着可不太舒服。别跟我兜圈子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是想说你要拿人质的命换你的命？我不太明白。你太轻重了。你心知肚明，你不可能轻易的从这儿走出去。听这话意思，你不太想谈了，老姜，盯不住了。我是怕谈崩了，浪费大家的时间啊！而且我现在刚跟上级汇报完，我压力很大。好，我
我再想想。跟他说你有压力，就能逼着他出来面谈了。接呀，可能是月月找到了。陆局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已经分头去找了。我想一会儿去游乐场看看。以前月月经常去，而且他提过很多次说让我带他去。好，你去吧，去看看。那样你找到找不到都给我个信儿，啊？好，还是没找到月月吗？我要出去看看怎么个情况，帮帮他们。啊？你亲自去啊？我向老贾保证过，我一定找到月月。他的前方打仗，后边的事儿我再办不明白，怎么当这个副局长啊？这边你盯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是。注意，有动作！2号狙击点，马上调整追加位置，要快！你帮我回忆一下，你跟武阳的谈话有没有什么破绽？刚才我听得很清楚，应该没有破绽。你别跟我说应该，你能说肯定。老师，你得放松一点。刚才你谈得很好，而且你已经让对方主动提出面谈了，从你这儿找破绽不容易。现在暗示给出去了，他们一定在琢磨应对办法。江月成在暗示我，他有很大的压力。你说这么不会太主观了吧？我复述的一字不差，连语气都一样。他说你的命不值钱。你说咱们不要在兜圈子的时候，他以为你要说别的，所以故意打断了你。还说你说什么要用人质的命去卖你自己的命。我确实没想说这句话。那他就是想让别人以为我会这么说。武阳刚刚说要想想，说明你的暗示成功了。我觉得他们上套了。本来挺好挺顺的，江云成来了，全乱了，一会儿交火，一会儿爆炸了，人质还全丢了。到现在他们能见到只有张勇一个人，要我是领导我也急了。他是故意想让他们的领导和上级听到你俩谈话。对于江约成来说，只要人质全都安全的救出来，他的任务就完成了。那他要是做不到呢？他要是做不到，会不会退而求其次？他现在很着急，如果人质没救出来就先死一个，他这辈子就别想混了。会恐慌？不会的。现在他们并不知道炸弹已经失效了，他们是有恃无恐。我说的是我。武阳约我见面，我跟他见了，没有任何实质条件，瞬间他就会想到我们是在引诱他。咱们提的条件很不靠谱吗？你还要怎么不靠谱啊 ？AK 都出来了，可他们还是准备了。是啊，不过这恰恰说明我们将来谈判的空间还很大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怕咱们认为还有很大空间，还会继续加码。你的意思是，先给筹码，给他一大笔钱，让他瞬间激起欲望，这样的话，他就能够从判断我们是不是在引诱他而转移到钱上边，而且一提到了钱就会讨价还价，就会定住他们一段时间，给杨旭制造机会。我一会儿就给陆局打电话，这么长时间，钱应该准备好了。我觉得他是想玩点邪的，尽快把人质换出来，反正是国家的钱，只要差不多就给了。你是说他一见面就拿钱砸我们呀？速战速决嘛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那这个江同志也够难的啊！给多了呢，上级不同意；给少了，我们不干。这扯来扯去的，倒霉的还是他，压力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给我们玩了一个真诚。他把警方能给我们的额度直接告诉我们的事。筹码得多大，才能起到瞬间转移他注意力的效果？老师，我忽然有一种感觉，我说不清楚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先给筹码，会起到反作用。我必须得定住他，给杨旭创造条件。张璐随时都可能死，那是他的催命任务。对于他来说，咱们不过是绑匪罢了。他还不能让他们领导知道江一成给我们托了底。当然不会了，交了底就往前推进了，剩下的事儿咱们来掌握。那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想怎么办？跟他面谈，交底，向前推进。只要知道了警察的底线，后边的事就好张罗了。富贵险中求。为什么要跟坏人谈判？他们都该死！月，爸爸的职责就是捍卫法律，坏人的生死应该由法律裁决。可妈妈的死谁来定？因为坏人没死，所以妈妈死了。是你害死的妈妈！5分钟以后，他们要在站台面谈，老师的压力很大。杜宾啊，这又是一把双刃剑。现在面对面谈无法监听，你怎么提醒老姜？这就是我担心的，到时候我没法临时提醒，只能靠你和老师之间的配合。我希望你能准确地把握机会。我有数了，我会把握的。我们的婚礼，我爸一定到场。你爸知道我是个穷警察。我会跟他说，我不在乎你的钱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女人呢？你们都听见了。老大，你忘记调单品了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们都听见了。现在无法鉴定，所以说必须全神贯注。是。
你们这样做，让老师很失望。老师，我不是马屁精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动手。我知道你们很害怕，老师也很害怕，但是害怕是没有用的。现在我们需要大家在一起，彼此信任，一起努力，才会战胜他们。你们懂吗？来。来，1、2、3。我已经让刘康下来，外面的情况全靠你，一定要盯住我。没问题。但我就担心让刘康本人上去的话，会不会？放心吧，刘康比我更想杀人，我担保没有人敢动一下。你看，一手调整位置了，虽然幅度很小，但我还是能看出来。这都是最好的射杀位置。我在桥上，刘康在排窗口，那么咱们就会有2个人暴露在他们的射程之内。你说会不会有诈呀？也不见得。如果咱们想伤害人质或者是江约成的话，做这些调整也是必然的。可能我担心是多余的吧。毕竟人质在我手里，他们应该不会去开枪。他们应该清楚，我手里会一直拿着引爆器。哎，这事儿还是不对。我总觉得他约你出去，这还是像鸿门宴。鸿门宴。如果是圈套的话，他们一定会直接交底，一上来就拍给我一大笔钱，然后假装这是警方能给的最上限。这笔钱会大到足够燃起我的欲望，然后把我拖在那儿跟他讨价还价。对啊，你看啊，他拿这笔钱，他为了稳住你，逼着你跟他谈判，然后他看见你和刘康了，他一想啊，人这边上就剩我了，我好对付呀。他会不会是调虎离山，他们要攻进来？行了，反正也没办法判断，心理分析嘛，也不是事实，都是猜测得来的。不是，那你得拿个主意，你这左右摇摆也不行啊。我没左右摇摆，不管怎么说，也得谈，毕竟面谈是我提出来的，对吧？如果我再改主意，江约成很可能会被换掉。如果来个新人，就更不好办了。胜项险中求，见机行事吧。胜项险中求，我看是赶鸭子上架。老师，时间到了。给陆局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他说准备了500万现金，不是一笔小数字。把这笔钱砸给武阳，应该能定住他用。对，先用钱砸他。